哎呀，死火啦！食自助餐食得太飽啦，條褲太窄，行唔喐添。Oh no！睇嚟我要返屋企閉門思過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alvin， 歡迎嚟到鬼佬講善語。頭先講笑啫，其實閉門思過唔講得食得太飽，字面解好易，即係閂埋門。諗下你做錯啲乜，但係呢個成語背後嘅故事真係令我呢個鬼佬覺得拗爆頭。話說漢朝有個官叫做韓延壽，有一日佢出巡，見到兩兄弟爭緊阿伯撈落嚟嘅地，爭到面紅耳熱。如果係我做官，好簡單啫。睇合約咯，睇遺囑咯，冇遺囑咁就一人一半，再唔係就法庭見咯。但係韓延壽點做呢？ No， 佢竟然覺得係自己嘅錯。點解呢？因為以前中國啲官覺得自己係父母官，見到啲百姓爭嘢，即係父母冇教好佢哋，係自己失職。於是佢返入房，即刻閂埋門，唔肯出嚟，話要閉門思過喎。作為鬼佬，我真係唔明，爭遺產呢啲嘢，全世界都有㗎啦。我覺得根本係個老豆冇寫好遺囑啫嘛，關個官咩事啫？做咩要匿埋呢？不過個結局仲誇張，兩兄弟見個官咁傷心，覺得超級慚愧，於是佢哋竟然唔爭咯，仲搶住將塊地送俾對方添，叩頭韓延壽原諒佢哋。雖然聽落好唔 make sense， 但係諗深一層，韓延壽攬晒啲責任上身，用自己嘅行為去感化人，比起單純判刑，可能真係更能夠解決根本嘅問題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啦。如果你係個官，你會判案定係閉門思過呢？留言話俾我知，記得俾我 lik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下次見，拜拜。